两位兄弟平安。好，今日天气阁足好哦。这是咱要开始咱的礼拜，同心来祈祷。听我主，感谢你，在透早的时有真好的天气，通互阮自习。主啊，我嘛唱歌学努力，我嘛要听牧师的正道来明白你。恳求你帮咱带领，互阮每一个人的服侍，在主你面前，互你看作欢喜。也求你帮助阮，互阮常常学习交托你，跟对你的脚步。这是阮礼拜要开始，恳求你甲阮三个弟弟，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即马做伙来献开信息第479首，看即个破碎的世界。咱来唱第40到第60。
文健甲镜头，甲阮三家己者。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阮将阮的心安静伫你的内面，互阮会当伫这礼拜内面来甲你长头对面。主耶稣，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跟礼拜里面可以专心，也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得到你的恩典。欢迎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敬畏上主的人，上主要指示伊所着经的路，伊的心神会得到安息，伊的后代会新食土地。即马来唱一首诗歌，圣诗479首，圣诗479首，看一个破碎的世界。看即个破碎的世界，战争欲望无尽，求主想赐愿伫即个世代和平、愿望、成真。请起立，咱来唱全首。一个破碎的世界，跟前有无无尽，求主赐愿伫这世代，和平愿无成真。期待都行下这路途，
你遐真情无讲也去，扫家也无出声，你就真情拢总平静，美梦已经定正。你遐无你无讲电话，讲伊无受阻碍，尽管理想是很欢喜，莫讲无受迫害。后面的歌是现来时，只求伫阮茫讲，对阮无着，伫先途去，好爱的心梦。求主把爱你予世界，充满怜爱国度，地主和平行到万代，应甲上主国好。请坐。即马咱来读新的诫命，请你着真心、真实、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嘛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趣味，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4个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即马咱来读启应文15篇，启应文15篇。上帝啊，你的帖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意爱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掩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你无爱生礼，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的罪是痛悔的心灵。即马咱来唱一首诗歌，圣诗225首，圣诗225首，上帝称大威严做王。
上帝称大威严作王，用大能力来下，世界就坚固无摇动。宝座建立记载，请起立来唱全首。上帝称大威严作王，用大能力来下，世界就坚固无摇动。宝座建立记载，我主上帝。你最官威有大困难，海燕挂断威严，只管上帝你的感情，真正确实坚固，上帝。请坐。即马咱来请主礼后来献诗，伊要献诗歌是小小双手为主做工。
即马咱来祈祷，请大家同心压头来祈祷。全能的上帝，创造宇宙的主宰，阮深深来到你面前朝见你。阮感谢你，你使耶稣基督，你的道神圣子来救赎世间人。阮谦卑向你恳求，若是阮有得罪你的所在，恳求你赦免阮罪。求你互阮对答以后过敬虔的生活，互阮知影你的旨意。主啊，阮感谢你。现在台湾的疫情渐渐转好稳定，疫苗也陆续入来。恳求你继续施恩保护阮的国家，互阮会当继续平安的生活。亲爱的天父，阮也为着教会来祈祷。教会最近恢复实体聚会，求你保守来聚会的兄弟，也看顾伫线顶礼拜的兄弟，互因嘛同款有好的领受。教会有侪事工伫咧进行，教会以及各团体嘛开始准备明年的事工计划。求你的信心甲阮每一个同在，互阮知影你的旨意，互阮嘛透过遮个事工，会当行出你的教示甲丰盛的活命，过好的轨迹，来通荣光你的性命。主，我也恳求你帮赞，互阮将今日所听的真理栽种伫心内。阮伫你面前宣告，你永远掌权伫阮中间。阮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心属阮平安。阿门。即马咱来读一段的经文，今日的经文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0章17节到31节，马可福音第10章17节到31节。现在我来读17节。耶稣出去伫路里，有一人走进前来跪伊，问讲：“好先生啊，我着怎样做才通身食永活？”耶稣甲伊讲：“你写书称呼我是好啊，无一个好，独独上帝那定。才会甲你认知，无伫杀死人，无伫奸淫，无伫偷摕，无伫滥散做干净，无伫去亏人，着紧你的爸母。”伊应讲：“先生啊，才会我对细汉拢守伊。”耶稣看伊，听伊，就甲伊讲：“你要欠一项。”着去卖你还所有的来互送向人，就要有财宝伫天里，过来对我。伊听即个话，面就失色，忧闷就去，因为伊的产业真济。耶稣四界看，甲伊的学生讲：“有人入上帝的国，恶啊！”学生奇怪伊的话，耶稣告因讲：“细囝啊！我靠真才的人入上帝的国，恶啊！路途穿过尖僻，比妇人入上帝的国要较快。”学生一发妄言，甲伊讲：“安尼时阵会顶着救啊！”耶稣看伊讲：“在人是袂话，在上帝就毋是安尼，因为在上帝万事拢会。”彼得就甲伊讲：“阮办善一切来对你。”耶稣讲：“
我是甲恁讲，无人为着我甲好用的缘故放散厝体，兄弟姊妹、老母、老爸、囝儿残垣，就是现时无得着百倍，就是厝体，兄弟姊妹、母亲、囝儿残垣，将有困着，各伫来世要得着永活，总是大生的做做，要做落尾，落尾嘛要做大生。今日咱请柯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3页。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拜上帝伫你面前，感谢你。过去的日子保守阮、看顾阮、赏赐阮最多的恩典。即时，阮伫你的面前敬拜学了你，嘛愿你的话语伫阮的中间进入到阮的心内，帮助阮，互阮伫每一天的日子，拢会当牵调着你的话语，来行出你所看的好的行道。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各位兄弟，当你早起要出门的时阵，你会准备摕什么物件要来出门呢？咱出门的时阵，拢会开始看物件嘛，吼。你的皮包啊，也是讲有什么款的物件，你一定爱早出门的无？当我咧想这个问题的时阵，我发现到，真正咱有足侪物件爱早伫身躯的，比如讲锁匙，也是你的钱包。内底爱有信用卡，爱有提款卡，爱搁爱现金，有你的目镜、你的手表啊，搁有你的悠游卡，也是锁匙、手机啊。我想伫现代咱的生活内面，咱受到真侪物件的影响。伫到有时咱出门，咱早一寡物件伫身躯顶，咱出门的时阵，咱才会当较安心一下。不过咱想看卖。10年前你出门的时阵，你会载什么物件？20年前，你阁会载偌济物件来出门呢？30年前，咱是安怎会当出去工作、上班、上课等等的？所以，当咱现在，咱家己想看卖，咱身躯顶咱有偌济财产。也是你有偌济物件伫你的身躯顶呢？当咱咧回想，也是咧算数咱身躯顶遮所有的时，你咧想看卖？当你有遮的物件，你付上什么款的代价？金钱也是时间呢？最近这几年，有人咧讲，爱有一种生活的方式，这种生活的方式。伊叫做极简风，就是真简单来生活。这个极简风毋是讲物件真少，伊咧讲的是你爱知影家己需要什么，去断绝遐家己所无需要的，放下遐假的物件，互咱会当脱离对遮的物件的依赖，也是咱对遮的物件的掌握。但是咧放下遮个物件的时，毋是互家己陷落伫真艰苦的中间。比如讲，人讲极简风，安尼你内底厝内底莫有物件。不过你若定定坐伫涂骹，我想坐久，你的腰脊骨会真酸，你的骹床会真疼。所以即个毋是讲简单到拢总无，即个简单是符合家己所需要的。其实，这个极简风要讲的是，互咱重视伫心灵的提升，建造一个真简约的环境，减少咱去处理物件的时间，互咱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空间来帮助咱，会当放伫重要的代志顶面。无论是你要去活动，也是去外口行行。也是你喺思想的中间，伊讲即个心灵的提升比物质更较重要。所以安尼看起来，简单的生活毋是伫遐的物件，
是伫咱爱思想，伫咱的生活迄个重心到底伫倒位？但是我毋是讲你爱转去了，就甲厝内底物件拢变掉，毋是安尼吼。是爱互咱了解，咱需要的是啥物？咱看啥物款的物件会当互咱生活？咱用这个物件有偌济摆？所以，当咱咧看咱身躯边有真侪物件的时阵，咱咧想一个问题是：敢会当真正满足咱现主时的生活咧？今仔日的经文，有一个人走来找耶稣，甲伊提一个问题，讲：我爱做什么？我爱付出什么？才会当得到，也是讲我会当有这个永互生命得到永远的方法，也无？这位来找耶稣的人，我想伊的过去一直咧敲找着，要安怎互生命留存到永远的这个秘密。我想伊咧找这个过程中间，伊找无，所以伊就来问耶稣。伊要问的耶稣是用人的角度、人所想的方法的迄种永远的生命。所以，甲耶稣要互人的是无共款的。当伊一开始称呼耶稣做一个善良的老师，因为伊是将耶稣看作是犹太的拉比，伊甲看作只是一个先生尔，是一个教导人的先生。不过耶稣甲讲，伫即个世间，敢若有上帝才会当称作是好的，无任何的人会当称作是即个善良的。虽然即位来找耶稣的人，伊安尼咧看耶稣，不过经文讲，伊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跪了。我想伊真有心咧提出伊的请求。耶稣就要甲伊确认，耶稣安怎确认伊呢？就讲你敢有照着摩西的律法去生活咧？所以就问伊讲：你一定知影摩西所颁布的这个诫命？耶稣所讲的诫命是10条诫内面的第4条到第10条的诫命，是甲人有关系的诫命。讲到唔通杀人。唔通行奸淫，唔通偷摕物件，唔通做假的干净去害人，嘛唔通去欺骗别人，然后爱孝敬你的父母。我想，耶稣用这个10条诫内面人甲人中间的关系来甲问的时阵，这个好野的人，伊安尼回答讲：你拄则所讲的诫命。我拢有遵守，而且我是自细汉就遵守啊。这个表示伊是一位犹太人，伊遵照着律例规章咧生活，所以伊真知影，伊嘛伫伊的生活中要去落实上帝的诫命、摩西的律法。当伊安尼回答的时，耶稣听到伊讲。伊拢有遵守这个诫命，可是伊毋知影诫命真正的意义。就是讲，这位好野的人，甲耶稣回答的是，外表看起来、听起来无问题，不过有可能伫伊的生活中，也阁有不足的所在。所以耶稣听伊，耶稣爱伊知影讲，你毋若是遵守尔。你阁爱知影这个诫命的意义是啥物？所以就阁甲讲，你做了这么多，你遵守上帝的诫命，不过你也阁去做一项代志，就是将你所有的财产业甲卖掉，然后卖掉这产业的钱，摕去救济遐送乡的人。那呢，你伫天顶。就保密，你会当安尼来跟对我。我想，这位好野的人听到耶稣讲，你要将你所有的产业卖掉，然后来跟对我。
圣经的描写足写真的，看到这个人面色变啊。我想，这位好遐的人，伊面色变啊，伊心内可能咧想讲：我是来问你讲，要安怎付出代价，然后是我会当承受的范围内面，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性命。我是来问你讲，我付出偌济，我会当得到这个永远的活命。伊心内还阁咧想，我已经真努力。咧遵行这律法诫命啊！我咧实践上帝所讲的一切代志。我敢若想要知影，我是毋是会当互我的性命直到永远？这位好野的人，伊想要掌握家己的性命，但是耶稣却爱伊将伊所有的产业甲卖掉，分予送乡的人。所以，这位好野的人，伊一个疑问一个伫咧，就是我问你的这个问题，我要得到永远性命爱付出的代价，这个问题，伊认为无得到答案。这位好野的人，虽然伊想要知影安怎才会当有这个永远的活命的秘诀，总是伫这个时刻，伊较在意的是。要安怎互伊即个所有的即个产业，莫照着耶稣所讲的，爱将伊卖掉。所以当耶稣爱伊放杀者卖掉的时，伊无法度接受，所以伊面色变啊。伊的变毋是卖掉，伊的变是因为伊知影伊得袂到永远活命的即个秘诀，也是方法，所以就面悠悠就离开啊。这个故事其实毋但记载伫今仔日咱所读的马可福音，伫马太、路加拢有记载。当咱若看这三本福音书的时阵，咱会当有一个想象，这个人真正好呀，真正伊的产业真多，总是有偌多咱无法度知影。但是咱会当知影一件代志。就是伊有遮尔多的产业，互伊无法度放离手。那呢，遮个产业也是咱讲的财富、钱财，对伊来讲有甚物款的意义吗？有人讲，有钱，啥物拢会当；无钱，啥物拢袂当做。这句话听起来敢若是真的，敢若伫咱的现实的生活中嘛是安尼。不过对咱军队耶稣基督的人来讲，产业也是财富，所指的毋是钱。咱的产业包括着你所有伫你身躯边的一切，这内面有看会到的，甲看袂到的一切。看会到的，就是咱可能咱有厝。咱有车，咱有囝儿，咱有工作，咱有伫厝内底使用所有的物品。看袂到的是你的才能，是你的知识，你的勇气，你的品德，以及你甲上帝的关系，你甲人的关系。所以，当咱要讲产业进前，咱拢爱知影一件代志。就是当咱出世来到这个世界，咱对细汉一点仔一点仔大汉，咱的人生渐渐有一寡产业伫咱的中间。每一个人所得到的可能无同，不过咱爱知影这件代志是，咱所有的这个产业，拢是对上帝的赏赐来的。所以，无论你即马有几间厝，你银行的户头内面有偌济存款，你所伫厝内底有的遮个物，也是你本身伫过去学习的中间所得到遮个专业的知识、技术、能力，这一切拢是对上帝遐来的。
最近有一个家庭，因的兄弟姊妹咧为着一件代志咧烦恼，迄就是因老爸留落来一块细细的土地。这个土地无大，可能是2个车位遮尔大尔。不过，这块土地却存在真多的状况。这个状况就是有互人抵押设定有迄个债权人伫的。以及这个地，其实伊是搁较范围搁较大的，有一片，有足侪人共同持有的。这个土地顶面，还佫有互人侵占伫顶面起厝。这个地，佫有市政府画做道路，所以这个地土地价值其实无悬。总是因继承了这块土地，因爱去处理，爱开时间，爱用精神。所以对因来讲，这块土地的意义，哪亲像咱讲的一个烫手山芋尔呢？当咱咧看咱生命中间咱所有的物的时，咱所有的能力的时，那呢已有的产业，对你有甚物款的意义吗？耶稣看四周的人，对学生讲：有钱的人要成做上帝国的囝儿，是原尔困难啊！佮讲有钱的人要成做上帝国的囝儿，比骆驼穿过迄个尖片佮较难啊！骆驼体积足大只，对中东的人来讲，迄是因的真大的一个动物。尖片就是尖顶啊，咱要撑线迄个空。骆驼要穿过即个尖片是无可能的。这是耶稣咧比喻，有钱的人要进入天国的困难度，有钱的人要安尼进入天国，迄是因为伊无愿意放落家己身躯顶食所有的物，伊排了真侪歹仔，世间的重担，所以至到伊无法度真正进入到上帝迄个永远的国度内面。不过学生无法度明白耶稣所讲的，因为这敢若甲耶稣真正讲的无共款，所以因就互相问讲。那亲像老师即摆咧讲的，那呢有啥物人会当得到拯救呢？学生的犹豫是受到这个社会对耶稣的看法，因受到影响，因为因看耶稣是一位政治顶面的弥赛亚，因对上帝国的概念是停留伫旧约甲犹太人传统的概念的内面。所以，这所有学生因会认为，这个拯救是伫地面上的拯救，甲上帝真正的拯救是无共款的。这款的想法其实有距离，所以耶稣就甲学生讲：，伫人袂当的，上帝毋是安尼，因为伫上帝每一项事拢会当。这个好野的人。掠准伊挖靠着伊所有的钱财，会当进入到上帝的国。伊用人的眼光来看，金钱是万能的，会当买到任何的事物。耶稣讲这是无可能的，因为伫人袂当的时阵，是咧宣告讲，人要做的这一切，你想要进入天国的这一切，你要付出这个金钱的这一切。是无效的。上帝是掌管万物的，所有拢伫伊的计划内面。敢若伫上帝，伊会当成就所有的物，所有的代志，包括着咱人要进入天国的事。这时彼得伊接咧讲，伊讲主耶稣，你看，阮已经放下阮所有的啊。会记你彼得受呼召的时，
耶稣徛伫岸边，彼得受着呼召，就离开伊的船。所以讲，阮已经咧军队里啊，阮放下过去遐一切啊。彼得的话听起来，敢若是咧回应上主耶稣对遐有钱人咧讲的话。不过，彼得伊话内面有另外一个意思是：阮离开过去的生活，阮放下一切财富，厝内底的人，阮来军队里。那咧，阮是毋是会当进入到你做王的国度内面？阮是毋是会当建立耶稣你所讲的迄个上帝国的内面吗？各位兄弟，咱无论对财有钱的人，也是学生的看法，也是主耶稣你所讲的，对于进入天国的这个观点，其实有无共款的？那呢，你的想法是甚物呢？耶稣讲，为着伊也是福音的缘故，离开厝体，兄弟姊妹、父母、祖先、囝儿，也是你所有的产地，你会伫这个时阵得到更较济。我想耶稣要讲的是，伊毋但是得到更较济，而且会得到百倍的厝体，伫将来的世代会接受迄个永远的性命。耶稣身躯边真侪人，遮尔侪人，无论是甚物原因来跟对耶稣，伊离开因原本的生活，代表因要改变，因的性命得到改变甲更新。性命要改变甲更新，爱付上一个新性命的代价。伫今仔经文讲，爱将你所有产业的这个主权交出去。咱爱知影，咱所有遮的产业，迄个所有权是伫上帝。咱每一个人只是管理者尔。咱若有这个心，就会当领受到更较侪的赏赐甲祝福。咱每一个人，在咱过去的一生，也是咱现在，咱拢为着家己，也无为着厝内底咱的人、咱的家庭，咱会设想讲，要安怎才会当过着一个更较好的生活？要安怎才会当毋免烦恼？要安怎才会当讲，我毋免烦恼讲，今仔日要食什么，要啉什么？要安怎才会当？互咱的生活，咱的未来，所以咱会一步一步来累积咱的金钱，咱会建造一个真稳当的这个财富的来源，咱会买真多的物件，以及咱会不断来充实咱的专业的知识，增强咱的能力。咱伫这款的稳定内面，咱来成长。那呢？敢真正有够啊吗？我想咱人有软弱，所以当咱咧不断接受对上帝遐来的稳定的迄个时刻，我想咱毋是将这稳定刻伫咱的落地仔内面尔。然后咱讲，我相信耶稣基督，我是基督的军队者，我因为相信上帝。我会互上帝称作义人，那呢？我伫将来，我会当进入到天国内面啊！我想可能毋是安尼。心接上帝祝福，咱是白白稳定，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咱要运用你所有的产业，运用伊。来帮助人，来认捌上帝，互你的产业，互对方会当真正得到救赎的稳定。各位兄弟，当咱咧看这个龟兔赛跑的时，我想到咱今仔日经文讲，真侪一大生的要伫后面，伫后面的要伫大生。其实，这个秘诀毋是杀人先走，杀人慢走。
这个是在地你要安怎来实践，以及运用上帝所赏赐的产业。上帝国度来实现伫恁每一个人的身躯顶。经文内面所讲的大生后壁这个顺序，是在地你知影上帝眼中的看法，上帝眼中伊咧想啥物，然后你了解上帝所看重的部分伫倒位，你知影上帝所看重的次序是啥物呢？上帝互咱在座的每一位有无共款的产业，有诶看起来敢若共款，总是有淡薄仔差异伫诶。咱所有诶财富，袂当互咱借着伊来交换积入到天国。咱手中所掌握的这个产业，袂当互咱去窥探上帝国度。咱只有将咱拥有的这个主权交予上帝，然后咱恳求上帝赏赐咱智慧，要安怎来运用咱所有的，咱顺服伫上帝的心意的内面。那呢，咱有一个状况，咱来想看卖。当咱在面对耶稣的时，当咱将来甲主相见面的时，你感觉耶稣会对你讲什么呢？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爸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你恩典疼痛伫阮的中间，你帮助阮，互阮每一个时刻拢白白得到恩典。主，你赏赐阮真多，有诶是伫阮成长的过程中间，你一点一点施落伫阮的内面。主，阮献上感谢，恳求你赏赐阮教育智慧，互阮会当好好来管理这个产业，因为你才是主人，阮是管理者。愿主深深引导阮头前每一天的路站，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现在咱来唱一首的圣诗。圣诗第31首，圣诗31首，天袂拆咱世间正人，天袂拆咱世间正人，赏赐道生圣囝，拯救赎回，显明听疼痛，天袂实在是疼。天父上帝真正是疼，连我也得伊疼，赦我一切误会罪过。天父上帝是疼，请起立，咱来唱全首。
天父上帝真正是听，连我也伫听，写我一切有悔罪过，天父上帝是听，是惊耶稣受的是假，替咱受苦惨死，是为着咱受咱罪责，伊听亲像安尼。天父上帝真正是听，连我也伫听，写我一切有悔罪过，天父上帝是听，天父听他这真正大，真人应该捌伊，着紧紧来大家君我，你求着叹一时。天父上帝真正是听，连我也伫听，写我一切有悔罪过，天父上帝是听。请坐。即摆咱来奉献。
请坐。今嘛，咱来请孔牧师来举行同工就任。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举行的同工是玛纳团契甲社青团契会长。原本这两个团契是属伫咱教会青年团契内面，总是因为一寡因端，咱要将因的年龄较聚焦，互因会当有更较好的组织。家己信仰内面的生活，所以对于这个青年团契内面，大学生、研究生也未毕业的，才因组织正做玛纳团契，就是咱讲的学青啦吼，伫学校还搁咧读册遮的青年，然后已经毕业出社会的遮的青年，咱就甲扣做伙，甲因招聚起来。互因正做社青团契，所以经过对4月份、5月份小会员大家祈祷，伊甲因一寡遮个青年做一寡对话了后，伊嘛真欢喜来做即个组织的调整，所以伊嘛伫顶个月选出因的会长甲干部来当看咱周报的消息的报告的内面。所以，咱今仔日要为着玛纳团契的会长张景元以及社青团契的会长陈天恩来举行就任的这个就任式。玛纳团契的会长因为配合着因伫学校的学期，所以伊的任期是到明年的7月31。社青团契，咱毋茫也当甲咱教会其他团契的时间共款。所以社青团契会长伊的任期是到明年12月31，所以这是报告互大家知，嘛邀请大家为这两个团契来祈祷，互因会当正做一个团契的生活，互因伫教会内面会当正做咱讲安怎未来的一个希望吼。好，咱这是要请玛纳团契会长景元来到头前，以及社青团契会长陈天恩来到头前。教会咧举行遮个团契会长的就任，即时我要问恁爱誓约。陈天恩、张景元，恁两人要领受到伫社青团契以及玛纳团契内面的职务，就是会长。恁确信即个是上帝的召命也无？恁两人要领受即个职。恁就爱倚靠教会的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要安尼行也无？好，这时要来宣告，请会众起立。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教会小会的官兵，设立恁两人。正做社青团契会长以及玛纳团契会长，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所做，常常关心这项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予伊。请坐，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父上帝，愿在。教会毋那是只有伫礼拜内面甲上帝你的沟通尔，阮阁有伫爱甲兄弟姊妹做伙的生活，所以设立了团契，互因会当伫团契内面彼此扶持、彼此帮赞，互因伫信仰、生活、工作、学业顶面。会当正做上帝你所使用的奴仆，互因每一个人会当伫内底得到营养，互因伫每一届的交通聚会中间得到成长。愿主帮助因，互两位会长伫未来的日子，互正客友会当伫信仰的道路顶面同心跑走。
来见证上帝你的荣耀。愿将因两人放伫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身扶持，赏赐智慧伫因的中间。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教会有准备聘书吼，所以来恁转向会中，要给你们聘书。咱爱常常为这两个团契祈祷，互因有下伫主心意内面有好的发展。以上。即马咱来报告，我来报告。伫报告大先来读今日的经句，请耶稣看伊讲，在人是袂话。在上帝就毋是安尼，因为在上帝万事拢会。马可福音第10章27节，耶稣看因讲，在人是袂话，在上帝就毋是安尼，因为在上帝万事拢会。马可福音第10章27节。咱来看周报第6面，第1点。团契会长就任，今年团契的组织调整做两个团契，一个是马拉团契甲社青团契，牧师拄仔也完成这会长的就任式。这两个团契嘛选出伊的同工，有马拉团契有副会长周绿健、书记林崇珍。会计潘宣儿，社青团契，伊嘛选出伊的同工，副会长甲财务是黄文琪，活动是潘俊成，请大家来为因祈祷，嘛愿上帝来带领祝福这两个团契。第2点，团契同工改选，请各团契伫10月底以前完成改选，同工。改选完成了后，将新的同工名单交予干事刊登就报。第3点，圣诞节筹备会，后礼拜主日礼拜了后下晡1点，伫会议室召开圣诞节筹备会议，请同工会当劳保参与。第4点。2022年施工研讨会的资料的预备，请各团契开始预备2022年的施工研讨会文字报告甲 PPT 的资料，并交予干事来回检。资料交的截止时间是11月7。第5点。教会教育事工的奉献主日，后礼拜主日礼拜是教育的事工奉献主日，请兄弟预备心。今日咱敢有新来的朋友？大家平安。今仔日咱真欢喜吼，尤其今话来到阮的中间，咱的中间吼是张静怡姐妹。常来到咱教会来，甲咱大家聚会，真欢喜。我补充报告一个圣工的分担啦，吼。后礼拜的领袖是圣歌队，司礼是陈定辉长老，司琴是苏云伟姐妹，
献诗是信官队，书献是陈领高执事，赖文如执事，交代是赖文如执事、林崇珍跟张景元。那音控是我本人甲张建传弟兄。拜三查经祈祷的主理是科牧师，伊的题目是挑战甲更新。后礼拜第一礼拜题目是大人的文书，主理是黄传道。好，咱即马来唱信息390首，390首。请起立。哦，老天白万好本万，挂念给大灵爱交转。哦，老耶稣向我最欢，最我中保将你忙。修书连灵会理性，路前百姓行信心，三位一体即心即静。阿门。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毋忘，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一叠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今嘛咱来行即个平安礼。咱会当彼此问安。